马太安溪房山湖个做大水，因着地势光复乡的灾情是真严重。到昨暗6点，台中的特搜队有成功救出13个人，嘛找到一个罹难者的遗体。另外，高雄的特搜队嘛伫咧烂瓜梅当中有救出一只狗。灾区也有爱心团体响应，送衫裤去到教会，希望互居民一挂温暖。发现一名罹难者，台中特搜大队的人将手机搬开了，伫下骹找到一个男性的尸体。佛祖路272巷堤旁边，找到男性遗体一具，年约60几岁，然后使用人力，将其快速的拉出，配合屏东县特种搜救队，将其遗体以丝带安装，交给警方做处置。初步看起来，这个查甫人差不多60岁，要通报警方甲家属进行相验。到25暗6点，台中特搜队已经救到13个人。快出来就是一定就会出来。另外一个救援现场，高雄特搜队顺着声音去找，发现一只掉伫咧路谷梅内面的狗，水已经淹到伊的下海，真危险。搜救人员用手挖半点钟才给救出来。沿着声音去找到，结果是一只小狗，它是受困在泥沼里面，然后发现它的时候水已经盖到这边了。它可能再没多久，水如果再上来，就会把它给淹没。大概花了30-40分钟的时间，用徒手下去挖掘的方式，然后把它救出来。高雄特搜队讲，这只狗被救出来时阵，规身躯拢是路谷梅，强要无开啊！好在这边有兽医师第一来发言支援，先把身躯洗清气，兽医接个做抗生素加紧急治疗，生命现象稳定。并将大家来领衫裤。马太安中路教会有善心团体提供衫裤给灾民，搜救加送爱心同时进行，救人、救狗、送物资，拢是要帮助受灾者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